俾大家睇睇呢張相。如果大家睇到有兩隻眼，有龍鬚，喺我心中用花就影咗一條龍出嚟。當我一出世嘅時候咧，眼睛一開眼嘅時候咧，咁睇到一個50年代嘅顏色，跟住一路長大嘅時候咧，變咗60年代嘅顏色，70年代、80年代、90年代咧，每一個年代嘅顏色都唔同。最初嘅時候咧，我就希望用眼睛或者用個相機去 capture 咗唔同顏色嘅嘢。咁以前咧就希望就可以影嗰啲花嗰啲相咧，就變成一幅畫咁。咁但係而家咧更加令到佢多咗個元素，就係有圓形嘅物質喺度。因為圓形係代表一種永遠追求。我哋喺太空或者喺細胞或者喺世界各地或者乜嘢都有個圓嘅。我哋有太陽，我哋有木星，我哋有火星，但係我哋亦都有月球。